暌违10日，台南市再度主办全国运动会，市府团队唔但专列整备比赛场馆等集体设施，更伫咧大会服装精心设计。希望透过台南的古都红、人文植、那美食局等等的这些色彩，那利用我们现在的高科技的方式，这些环保的这些布料，然后做了非常非常凉透的这样子的一个运动服装。讲座的部分邀请到台南在地艺术家邓连怀设计，当中以乌面腊八、砍沙白鱼等形貌呈现台南的特色，同时透过线条和纹理融入运动的元素。至于全国运动会的精彩收益，是以抽象的元素，还有它的理念，是用超越脱俗的理念来展现。另外，赛事的 logo 以真文发想，结合台南的南字，将科技结合运动。市府期盼透过技术设计组织，替全运会选手增加活力风采。大会贵宾的伴手礼也是由在地知名观光工厂所制作，要让全国感受到台南府城的魅力。台南新闻电视台采访报道。